马太福音第3章。当时，施洗者约翰来伫犹太的旷野伫传道，伊宣扬讲：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得讲的。为啥伫旷野得发，着为主准备道路，为伊修直小路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所食的是草莓甲野蜜。众人对耶路撒冷、犹太各所在，甲约旦河一带来到伊遐认罪。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。约翰看到真侪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，嘛来领受洗礼，就对因讲：恁这会毒蛇！什么人经过恁闪避上帝得要发的受气，就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恁唔通家己想讲亚伯拉罕是阮的祖先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当用这个石头做子孙予亚伯拉罕。波头已经看伫树头，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甲吵起来，迄落火。我用水甲恁洗礼，表示恁已经有悔改。毋过伫我后面得来迄位，比我较有权能，我连甲伊寒话都袂堪得。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，伊的手摕簸箕，要将麦埕簸清气，麦仔收入仓库。麦香就用麦花的火烧迄角。迄时，耶稣对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约翰遐，要对伊领受洗礼。约翰要甲伊阻止，讲：我应该对你领受洗礼，你反转来找我。耶稣应讲：咱现在安尼做，才下上帝一切的要求。约翰就同意。耶稣领受洗礼以后，随时对水面起来。忽然天为着伊开，伊看见上帝的神亲像粉鸟降落来，歇伫伊身上。佮对天顶有声讲：这个是我所听的囝，伊我真喜意。